咱的囝共款，你对伊的囝嘛足真诚，所以讲，若咧艰苦半暝你嘛爱。你若讲咱无迄点心吼，讲半暝要叫咱爱，讲啊，迄问仔在甲讲嘛，吼，真爱困觉。啊，你若有迄点心吼，你半暝你爱讲你困袂去。搁真足爱困，就听着讲吼，恁囝真发烧到40度，你困袂去。哦，为啥？因为你对恁囝是真诚的，绝对毋是迄个疑心假意的。共款早互我讲的啦，吼，迄个像主路迄个吼，你对你的事状哪有吼？哦，你搁较艰苦，你着带去互看。哦，伊搁安怎，你搁偌辛苦，你着做到互足欢喜。所以讲会当替父母吼，当年一寡工课是咱的福气。咱嘛逐咧照顾父母，当作讲啊，迄个累赘，安尼表示咱都无信。哦，咱修行爱有迄点信，你才会心得。你无信袂心得呢？你若迄个信做咧了，你会足欢喜的。哦，真正会足欢喜的。哦，父母遐尼辛，遐尼老，啊，拢爱人照顾，你若照顾，你会足欢喜的。为虾米？因你有迄个信。哦，有当时讲哦，啊，迄个哪像讲，迄话囝啊，你用顾的，你用骗的吼，拢袂放心。为虾米？因为我惊我的囝受伤害，啊，所以我袂放心，我家己顾，安尼就对。哦，因为较辛苦，你着做。啊，父母有较辛苦，搁较迄落，有啥物代志，咱就讲替伊亲。为啥？因为你有迄股心，啊，你有迄股心，你就有迄股爱心，迄股爱心，你就有感动。哦，人是温血的动物，人是冷血的动物，所以迄叫做义。啊，啥物也做义？比如讲咱何老先生，咱历史内底啊，互我看一句话，有可能咱有印象。伊讲伊一生修道的宗旨3样，啥物大牺牲。伊讲无迄落伊毋敢牺牲。迄是历史内底有一句话，咱等下会当见，因为迄段拄好互我负责的课程，互我印象足深。啊，伊的一生的修道的宗旨就是大牺牲，无啥物伊袂当牺牲。为着道母，为着道娘，为着兄弟姊妹，无迄落伊袂当牺牲。所以讲伊无代牺牲，性命牺牲无问题，财产牺牲无问题，家庭牺牲无问题。为啥伊有法度做到呢？因为伊有一个信。如果伊今日求到道了，无发心无行，你想要做到哪有可能啊？不可能啊，100%不可能。是因为伊内心里的行，所以讲伊啥物牺牲拢会使，所以伊的行看到啥物程度，伊就做到啥物程度。你的行3分，你就做3分；人讲你的成就就3分，你的果位就3分。你的行啊3分，人讲你的成就就是3分。打5分，人讲你的成就就3分。你的行啊10分，你的牺牲就10分，人讲你的果位就10分。所以上天咧看咱人，看你点心，真正咧看咱咧点心。人讲的果位看你点心，啊当然有迄点心自然伊就迄个行为，这毋免去讲啊。哦，你有迄点心，无迄个行为，你会足艰苦的。有迄个心，你无去做，你会足艰苦的。你若对道真啊足真诚，你无去办道修道，你会足艰苦的。哦，我规工拢伫厝内啊，哈，你会带袂牢。讲今仔日有班，我一定来去，有道我一定来办，因为你内心有真诚。啊，咱内心若无真诚呢？哦，无反想都看电视，啊无就出去踅街，哦，我无反想，我上个是拢莫有反想个安尼啦。我每一工拢安尼。就早早吃啊，快快乐乐安尼啦，哦，喜喜啊，啊表示咱无信，哦，咱若有迄股信，你为着道母，你会拍拼。咱义守大仙，为虾米会成就一个义守大仙？伊对义内底有情，伊对咱何老前人有诚，所以讲伊比四山大啊久，哦，甲风台啊久，甲伊转去搁伫遐，啊，咱别人拢毋知走倒去啊，伊搁伫遐，不简单。迄叫做伊的内心内底有迄股信，所以讲伊即件代志咧做会圆满，做会合正，做会有始有终，会3分钟热度。哦，迄个你爱有信，才有成绩。你爱有信诶，哦，咱逐带互我有大概有点着啦吼。咱即个时代，咱即个社会人吼，欠一个信。拢表面上拢讲安那，礼貌上应该怎么样？礼貌上应该怎么样？即句话礼貌上应该怎么样哦？足侪拢无信，你足有啦。比如讲国甲国当中外交，外交有外交的礼节，外交的礼节，啊外交的礼节，你想伊心哪有信？无呢？你是表面上我无安尼做袂使呢。哦，咱有当时咱人甲人当中有当时也毋是安尼，
咱这个人足重视人际关系，这个社会啊很重视人际关系。讲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所以讲要尽量去攀关系。伊尽量去攀关系，伫咧送礼、送礼往来的时阵，往往大部分都欠迄个事。为什么我对你这样好？我要跟你打关系，要有这个关系啊！以后咧做工作要较好做，表示这个礼无成。那么咱今日兄弟姊妹，咱是道中兄弟姊妹，咱咧修行，咱的礼有成。我对你好，我绝对毋是因为你有对我有好处。我对你好嘛，毋是因为你是好嘢人，因为你是啥物人，我才对你好。无，我对你好是因为你会当来修道，安尼我就欢喜啊。你修会成，我阁为你欢喜，安尼你是安尼尔。我袂嫌你讲你心量足低，袂嫌你讲迄个你足善的。无，咱修行嘛袂安尼。为虾米？因为咱待人，咱对人有诚，对内心内底就是对你足真诚，所以咱表现出迄个礼就成礼。迄个礼若只是外表尔，你像有啥物作用？时间过就无去啊。所以咱这个社会内底有时候会遇到很多看起来很有礼貌，但是短时间都没有了。伊无紧啊，像像我若无紧，无较早练尔。咱人甲人当中只是表面的一寡礼尚往来啦，安尼看起咱像安尼足好个，规工也无去啊，无迄个紧。所以无成就无成礼，无成就无成智，无成就无成智，无成就无智就对啦。智慧要伫对人，你无专心无智慧呢？或是咱人会讲，你看这人遐巧，遐巧。当然，咱拿伊知识来讲啦，你有专心伫你伫遐方面的知识有可能会足有成就。但是咱伫遮咧讲的毋是讲知识，是讲智慧。那么你智慧内底伊是反观，反观的物件你若无专心，无法度智慧的提升。道理的物件毋是听尔，毋是听尔，敢若听的身份早投就身份啦。道理的物件是咧反观，反观伊个专心，心若无专，就无法度去体会迄种道理，无可能的。因为道理的物件足抽象，无形无相。真理的物件、智慧的物件无形无相，法则之理无形无相。咱若无真正专心落足难体会呢。所以智若无成，你无成智呢。咱看过去的释迦牟尼佛，这是一个足大的代表。伊的成，伊对修道有成。所以讲，伊而遐拜过来的书拢无法度摸得了。有一天，伊就摸在树下第二啊，发一个愿。我若无摸到，我毋爬起来。意思就是讲，同我有死伫遮就好啦呢。因为啥物会发这个愿有成呢？所以讲到尾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互伊后倒名称见性，开悟见性。这伊有成，伊若无成，无可能悟到。无过去无迄个修行人讲伊无成了，怎悟到呀？悟到是安尼悟，绝对毋是的。而且足精神，反观自照，伊才有法度去体会着迄个真理。所以讲，智若无成，不成智；智若无成不成智。所以咱伫咧修行的当中，爱用智慧去思考看卖智慧伫对伫个人的心境，反观自照，人的心拢向外。所以道理歹提醒的原因伫遮，人拢向外呢。咱这个时代叫做智慧考，智慧考呢。过去的时代，咱讲三场大考嘛，天自考、人自考。过去咧考天命，考人情。迄阵咱师尊师母迄阵，迄个当领天命的时阵，考得足侪人啊。讲后尾修行修到迄个做翁仔某，煞话就走啊。天命之考，天自考，再来人自考，再来了咱师尊规空，换咱师母接这个座位了，话就讲应该迄座位爱有师兄，爱有迄个咱师尊的好声就对了。人情上嘛人情上应该要给他，所以讲话就无对咱师母情。人自考，过去拢考迄种考，咱真诶，大家甲你讲，要考什么？考智慧，这拢无迄个物件，所以咱毋免搁伫遐计较讲对调天命对调无听无，咱真爱修就对了。咱的道德，咱的天命就是对过去的师尊师母老天爷经营，安尼就对啦，毋免搁讲啥物，真上惊真的问题出伫对，修了无够。
咱智慧不足，天气摸袂一堆，啊，这是咱真正用的工具。啊，为什么咱这歹收？外口引入太济。哦，这个物质啊，咱来看最近这10几年来，物质的进步多大？有一个进步足大呢。啊，进步足大的边啊，物质甲精神是两面的呢。物质甲精神这两项物件呢，有当时啊物质愈发达，精神会愈来愈弱。物质若愈发达咯，咱人的精神会愈来愈衰弱。什么叫精神？毋是讲我今仔困足饱迄个精神，迄精神就是学道的精神，愈来愈弱。哦，物质愈发达，咱人心看拢会看外口。只有我的心拢去外口看就对啊。足侪人迄落吼，讲我真神，我真个心有神无？我要怎雕塑设施量如在此？我要怎顾我的迄个良心本性？啊，这个会安尼做，单比世俗，咱知影讲世俗的意思就是安尼。哦，迄个道具单无伊啊，啊单世俗，啊世俗我嘛毋知呢，因为我对人教拢安尼做，啊，就反正吼，我也无做歹代志啊，甚至我嘛有菜不甜的啊。是不是？但是内心内底顾的精神，甲过去咧修行的精神，可能就差不多。所以讲进这个时代嘛，真的是一个地虎克的时阵，看各面的地位去裁判啦吼，啊看要哪修。啊圣人古早圣人咧讲的道理绝对袂变，毋是讲啊时代到这即个道理袂变啦，毋是安尼呢。过去孔圣人咧讲的道理，甲这2000几年拢共款吼，迄真理真诶就真诶，伊拢袂叫。退息就叫变，袂哦。讲神就是神，袂讲啊，因为进现代啊，进咧修行毋免讲遐啦，伊毋讲啥物神，干嘛呢？无。哦，要成道就是爱神，哦，要脱离轮回就是爱神，自古以来拢安尼，无讲因为时代改变啊，毋免啊。啊，咱想看讲，你来教咱进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讲咱的智慧直对出来，哦，经典的物件直对出来。哦，佛经的物件咧讲啥？有啥我袂记，因为佛经讲的拢是对类语，啊，我较想拢想我，永远嘛袂投资，永远嘛袂契合，嘛袂契合。啊，着佛祖讲佛祖的，啊，我着无我的，我拢来囥伫外口咧想，啊，人伊讲的讲你对知来，你安那嘛拢袂契合，经典的道理咱嘛永远拢袂清楚。哦，只要咱来当反观自照，一切真理无离开一个心。咱伫咧繁华的世界内底。咱来知影讲我有袂死的，这足重要。是毋是伫繁华的世间内底我袂死的？就算袂死的都毋知呢，这叫做智慧考。进这个时阵，无人会甲咱讲反。较早含师尊咧修，师尊会甲咱讲；含师母修，师母来讲；含老爹其实老爹来讲。较早含师尊师母下骹的一寡前人者吼，都敢后袂来，吼，因为师尊师母会看。有福不能享尽哦。你安那？哦，咱若去做了不足吼，会甲你提醒。所以讲，你师尊师母的边仔吼，都是最安全。